这摆虎城插头翁仔剧团特别打造大型的布袋戏翁仔，用古锥活泼造型加丰富的声音表情来吸引学生眼光。但因为现在囡仔提早使用手机加电脑，佮近距离接触，容易影响目睭，所以教育甲剧团合作，巡回淡市国小15场处。26号来到义在国小，用千里眼、马祖等种型的角色来宣导目睭保健的重要性。我明明有听到有人伫喊着救人的声音，我这个大耳仔听甲一清二楚啊！我嘛唔知呢，为什么我目睭会安尼呢？啊，不管他啦，咱今日准备，等用咱的功夫来海面上，看到底发生什么种的代志，行来去。若是看电视看30分钟，爱休困10分钟，会记得食红菜头。我转去了会叫阮阿母买红菜头互我食。要多运动，要让眼睛休息10分钟。透过这个偶戏的一个表演哦，好让囡仔当丁义工从这个戏剧当中去了解这个视力保健的重要，眼睛是灵魂之窗我想通过戏剧的演出寓教于乐让我们的孩子这个对于视力保健这个区块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另外呢，我感觉真特别的就是专程有咱的母语咱的台语来做一个演出，我想这对咱本土教育的这个推展落实在这个生活上。但是学园的健康促进课程结合本土教育的宣导以后，以学生的视力为例，不良的比率，国中72.5%，国小43.9%，拢比全国的平均较低。当然嘛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定期追踪，守护健康。台湾新闻古文集何秋芳采访报道。